请问，伫传统的风俗内底，查某人若想要嫁好翁，会伫咱的元宵暝做什么代志？头班汤嫁好翁。是，哦，你看有这个话啦。年头晚餐，啊，你再嫁好翁。哦，都哦，对啦。这应该拢有听过吼，头帮餐嫁好 OK，翁。好啊，决定啊。确定哦。答案是 A，好，咱来看者，去菜园头晚餐对唔对？恭喜头班仓，这仓是不是翁的韵？对。啊，嫁好翁嘛是翁的韵，爱得出迄个亥音，就是蛙音啦，哈。啊，头班菜爱的韵，啊，迄个嫁好菜。领赛的赛有无？嘛是爱的韵，所以其实是扣这个韵啊，出这个亥音。啊嘛，迄个就是讲以前咱迄个古早这农业时代有无？查某人伊的啥，伊也袂当家己自由恋爱，无法度选择家己介意的这个对象，所以就透过安尼一个仪式，吼，啊，互伊会当啦，迄个望讲会当叫后摆嫁一个好翁有好姻缘。啊，我相信这嘛是全迄个天下所有的父母共同的一个愿望啦，吼。啊，即嘛已经进入这工商社会啊，啊，这种风俗就渐渐啊就无去啊。